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3月行政院对总预算在位法同意失败，今日民进党团提3原则、4理由声称失宪。台东历史崩坑，一台轿车若像驶正向启动着一只客运，轿车的驾驶无喘气心跳。家人一个男性甲因某感情无好，啉烧酒的时，想到因某要甲伊离缘，一个上去摕枕头甲囝翕死。屏东地检署侦办民进党立委吴丽华罢免案第一阶段连续牵涉造假集团，暂时约谈11个人到案说明，也其中领衔人张方式半暝放生案。也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甲王定宇罢免案第一阶段连续嘛牵涉造假，台南地检署是终结起诉，也王定宇有召开记者会，讲要替防侵犯告知的台南市民来讨赔偿。并检侦办民进党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吴丽华罢免案第一阶段提议人的名册涉及不实的连署，14约谈11个人到案说明。罢免案的带头人张方式伫暗时生下，另外2位被告是新台币10万块交保，其他8个人请回。还好啦，无妄想想也是应该是无妄之灾吧。他还在侦查阶段，比较不好意思。台湾只要罢律就要办到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觉得它不是寒蝉效应啊，它根本是绿色恐怖。这个绿色恐怖已经弥漫在全台湾各地。台北市双吴罢免团体目前继续第2阶段的收件，不过罢免500连署数只敢若6000多分，离24000分的进度还阁差真多。带头人李孝良14才讲无法度联络朱立伦，不过早起伫咧参加国民党公布全国连署据点记者会，对进前的发言表示道歉。我这边先跟大家道个歉，就是我昨天因为本人不当的发言，非常抱歉。然后我之后也会谨言慎行。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联署站的联署点，大家会更愿意出来签，而且这个是全台湾的联署大串联。人检伫最近侦查终结起诉另一立委林俊宪、王定宇不实罢免连署案。王定宇开记者会，要求替被侵犯告知的台南市民要求赔偿，同时也已经传呼律师团，欢迎选区的市民来查询，将会提供依照告知法要求赔偿的公诉办诉证来讨公道。求偿的2万元全部归被害者所得啊！我们所有的律师都是义务律师，不会收取分文，完全义务协助。王定宇讲，根据告知法第28、29条，对被害人无用记或者是未当证明因实际损害也时阵，每一个个案上悬是赔偿2万。希望林俊宪等立法委员也能协助民众进行民事赔偿。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好，也罢免国民党立委鲍坤基伫咧连署第一阶段时，花莲县府民政处长明良珍涉嫌要求户政人员去人兜查对资料哦，也明良珍甲另外2个县府的官员去互检方起诉，原因是裁定明良珍50万交保，限制住的所在，限制出境甲出海。然后觉得造成各界的困扰，抱歉。三边对媒体镜头行礼会室的花莲县府民政处长明良珍，牵涉到查水表的证据。明良珍也有另外2名县府的官员，和检方依照违反告知法起诉。昨日到2审第2，暗时裁处明良珍50万交保，限制带居加出境出海8个月，用电子设备监控。谢谢，抱歉。旁边国民党立委鲍坤基伫第一阶段提议的时阵，明良珍涉嫌要求户政人员去人厝内查对罢免资料，照规定查对罢免提议人的名册，只敢限定户籍资料的年纪、居住期间、身份证号、地址是毋是有错误。
对是毋是代签，因那是真假假，受选委会查缴。检方认为民良真成为主导者，烦恼拢无后悔，甚至过3度对话记录，提出责任，并且欢迎将当量刑。民某自行杜撰说，花莲选委会进行查对工作有时间压力、人力缺乏、经费不足等理由。只是花莲县各户政事务所主任必须对罢免案提议人名册的签章真伪进行实地严格查访。官府表示，相信当年拢是依法执行职务，无不法侵害人民的权益，或者是泄露个资的不法意图。希望司法和3位当年公正的法律态度，外界也唔通用政治观点看这件代志。我们相信我们的同仁都是依法执行职务，这整个过程中，3位同仁相信他们都并没有不法侵害人民权益或泄露个资这样的不法的意图。花莲地检讲，民良真自侦查中执行羁押到即马已经有相当时间，检察官伫咧侦查阶段处置的程序也到一定的程度，考虑羁押的比例完少，搁参考检察官民良真甲辩护人的意见，做出裁定，采取校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应该当产生相当的拘束力来代替羁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中国统战的报数是直直变化，咱来看讲这个关局表示讲，中国即马是锁定咱台湾的青年，最因去参访红色景点，就是要爱因对文化来认同中国。也这种学术统战的案例有影未少哦。即马就传出讲啊，中华昆兵会涉嫌去到学校收带学生参加统战团，刘委会就讲话啊。两岸交流应该按照规定来行，也教育部有登记的制度来确保交流安全。中国对台侵扰脅迫的模式一直变化，甚至对台湾社会經濟進行統戰甲滲透。國安局15到立法院報告特別指出，中國鎖定台灣青年，邀請參訪各種紅色文化活動，超出認可文化一中，也閣透過宗教祭慶這個活動，想要塑造民族共同體。加大對我青年基層統戰，鎖定邀我青年參訪紅色景點，透過各類文化參訪。促區認同文化一中。學術統戰的案例嘛未少，像講中華昆兵會都涉嫌招收大學生參加統戰團，有意伫台大等學校場地招生，不過學校緊急喊停。教部長陳英也表態反對兩岸學校進行交流。劉委會認為兩岸交流應該順健康有特殊的原則，教部有相關訂立甲公布的制度，確保交流安全。交流的行程如果有違規違常的情況，那麼我們也會把這一些機關，不管是對岸的機關或者是台灣的邀請機關都會善加的這個提醒，並且做一些注記哦。文化統戰的層面，也有去對華發展的台灣藝人，像講協助發表促統言論、轉發軍演圖卡、A化咱國等。劉委會表示，已經有鎖定20外個藝人，會依照配合的頻率，也有嚴重性，甲相關單位優先討論甲處理。那大概初步鎖定了20幾位，也就是說，他甚至不是只有轉貼，他甚至有可能是公開的來參加一些政協的活動啦，他甚至口頭上，然後用加大這個語氣的方式來去貶義我們國家的主權啦，像這一些我們都會希望文化部來第一波的來去做處理。哪些人要遭到懲處？這個不是我在這邊說要調查多久就算，我們還是要配合文化部作為主管機關哦，然後來相對。所以確定會辦他們20幾位的明星，確定要辦他們。這不能，現在不能跟委員明確的報告說一定會辦20幾位。劉委會強調，原先是希望透過市場機制、社會輿論來反制協助發表統戰言論的藝人，不過效果有限，所以會依照兩岸條例第33條之1，約束台灣藝人配合中共黨政軍的傷害台灣行為。公視新聞採訪報道。立法院3月時，韓國行政院提出來的這個中央政府總預算，甲財委法合議案了後，今仔日民進黨團是正式向憲法法庭申請釋憲，因分別列出總預算真惡確定講，這個提檢數也是違反法律明確設定3大原則，也財委法多大縮減中央會當用的財源等4大理由，民進黨團相信講大法官會做出違憲的選擇。大罷免、大實現、大成功。國去憲法法庭上架，民進黨團這擺對財委法甲114年度總預算提出釋憲申請，分別提出總預算案無法度確定三檢數額違反法律明確設定3大違憲理由。財委法是大幅縮減中央應用財源等4大原因，不過無提出暫時處分。總預算違憲第一個很重要，它違反了
那删减的数额缺少明确性，查案法是财政宪法、自准宪法，直接冲击到中央财政的量能分配，这一点是最违宪、最严重的部分。我们认为大法官应该可以做违宪的审判。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民认为，那宪法法庭宣判总预算案违宪，会依照行政院送出的便利情形全部使用，亲像被删除的半部台电1000亿的预算也应生效。只要他们认为不喜欢的修法，他们通通拿大法官来做助权。我们现在呢，在立法院也在排审相关的冻结的解冻案，结果现在民进党证明真正在挡预算的，果然就是民进党。国民党团批评，民进党团到即马已经对国会职权法案、宪诉法、选罢法拢提释宪，即马佫交出2个案件释宪，加速互大法官加入政治纷争，也影响地方财政开会无法度进动。行政院进前捌表示，会对总预算案加财违法，研究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不过还未提出释宪。监察院已经对总预算案申请释宪。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立法院3读通过修法，讲一个固定假日呢增加4天，劳动节是该全国放假。劳动部长洪胜汉就表示讲，劳动部是行政部门，法规咧执行哦，因会来协助，也劳动部嘛要来提醒头家讲，就要注意劳基法。劳工若是同意伫咧固定假日来出勤，头家就要付双倍的工资。立法院3读通过纪念日和节日14条例，劳动节改为全国放假，固定假日新增加少年节、教师节、光复节和行宪纪念日。而在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身为行政部门，会协助已经通过的法规执行，嘛提醒头家要注意劳基法的规定。国定假日，雇主是需要给劳工休假。那如果雇主有征得劳工的同意，在国定假日的时候出勤，那依法是要必须给予双倍的工资。而在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处理有关劳动部主管预算冻结报告案，洪胜汉部长嘛互问到，有国民党立委提案，劳工连续3个月就会当有3天的特休，是不是支持呢？各方的意见，那我们都会来尽量的来收集。假放伤济劳工敢会互 AI 来取代呢？国民党立委陈金辉问洪胜汉部长的态度，但部长并无表态。立委陈金辉强调，两个并无关联，但伊指出未少企业利用 AI 来定财，但为国外经验来看 ，AI 伫台算履历顶头确实是有偏见。如果你用 AI 在做评估履历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男性的姓氏会被评比较高分，或是黑人的姓氏就比较容易被评低分。很多人都提醒了，在 AI 的使用里面，它可能会强化某些主流观点的偏误跟主流观点的产生的歧视。劳动部去年调查3%受访企业用 AI 做为面试工具，34%企业考虑使用。立委陈金辉指出，亚马逊公司发现 AI 提算履历有偏见，2018年停止使用。劳动部表示，已经在研究人工智慧运用伫劳动市场的相关指引，针对就业歧视的3份指引，估计是年底出来。公视新闻林俊梅配合做张主嘉台北报道。回答执行长黄玲芬特别来台湾，也关税政这个美中的态度嘛，愈来愈清楚。最后时候，台积电伫今日开盘，要卡起哩到1000块。也代表汇率这边呢，代表今日早盘上关是有到30.136块，是去1.48角。美中关税战态度渐渐明确，国家美国总统川普去中东访问，带来 AI 晶片销售的消息。电子业利多等真侪项因素，15台股开盘了后有起落，早盘突破21,800点了后进入整理。台积电开盘捌徛上1000块，暗过面临底线解套未压10平乌，上加落到993块。在这个最近这2天，那么针对于 AI 相关产业题材的利多，其实是连发不断。那在这个利多的环境当中，却出现了一些利多不涨的一个现象，再加上这个成交量放大到4000亿，显现出短期
大户的这个筹码不稳定的一个状态。专家点出，短期内利多消息出现大幅出回状况，和台股起价的说明有较窄。另外，美国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增加的速度放慢，美金指数有较落，台票15早盘上悬升悬到30.136块，起1.48角。新台币的汇市里面，它是一个所谓的急升值的一个行情，所以其实相当程度的是限缩了热钱流进来的一个规模。也就是说，这一次新台币有急升没有错，而且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升值，但是流进来台湾的这个热钱其实是相当程度被限缩掉。第一个呢是今天晚上公布美国的零售销售，那零售销售好的话，大家会期待这个美国需求其实没有原本想象那么差。第二个呢是稍晚一点也有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的谈话，那如果他持续的跟市场消毒，因为对美元会有支撑。对电脑店开幕剩无几天，飞台执行长黄仁勋嘛受邀请19日来演讲，无排除15到台湾了后，会甲台积电等厂商展开会面，佫会为顶下手的供应链带来新一波成长的局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台九线台东市历史磅空早起我10点的时阵，有一台轿车那像讲是西进向，启动着一只客运哦。也轿车的驾驶呢是无喘气心跳，送病院来急救。也客运的司机甲一个乘客嘛着轻伤，送病院治疗。也到底是安怎来发生这件事故？警察讲爱个调查。早起10点左右，台九线台东市历史磅空附近的监视器翕到，这台路南的轿车突然间偏到对向的车道，启动着上北的这台白色的客运。客运闪袂过启动着安全岛一丛树仔才停落来，因为动力力量正大，轿车的车头规拢冒气，驾驶当场无喘气心跳。也若客运车的前挡风玻璃规拢碎去，客运顶迄当中有3位乘客加驾驶总共4个。一位女乘客头甲手受伤，客运的驾驶也受伤。擦撞到边边，然后就逆向过来跟我对撞。这大声碰出来就安尼啊！这件车祸总共3个人送病去，轿车的司机即马还佫伫咧抢救。警方已经清除车祸的现场，车已经会当过。一若车祸发生的原因，警方也佫会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家人家昨暗有5岁囡仔去互爸爸用枕头挟死，警察伫2点钟后抓到这个爸爸，也警察调查讲发现这个爸爸是甲因某感情无好，啉烧酒的时呢，想到因某也要甲伊离缘，这个上去才摕枕头甲因囝挟死。也家人市长谢国良针对这件代志，是伫今仔日早起有办记者会来说明。跟母亲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争执，那母亲因此有申请了保护令。但这个保护令呢，并非紧急保护令，所以到目前为止，法院仍没有核定下来。谢国良强调讲，囡仔的妈妈有申请保护令，也袂等着核准就出代志。警察表示讲，囡仔的爸爸昨伫厝啉烧酒的时，想到因某要甲伊离缘，这个上去才摕枕头甲因囝挟死。警察强调讲，侦讯以后会依照杀人罪嫌移送检方侦办。你喝醉了吗？和台中丰原一间私立的托儿中心，去互家长指控讲有教保员虐待囡仔，但是有愈侪家长出来质疑讲，是安怎社会局无爱互家长看监视器的画面，敢讲是要来暗砍事实。也西屯这边嘛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讲有囡仔去互霸凌，家长认为讲幼儿园无好好来处理，也幼儿园这边是解说讲流程拢有照规定，会配合教育局来调查。教保员准备要甲囡仔换药珠啊，所直接甲囡仔的骹揪进前，造成囡仔徛袂在倒向后壳弄着涂骹。台中市丰原区一间私立托儿中心，细陈的教保员去互家长指控哪像虐待囡仔。台中市社会局初步调查了后，目前知影有14个囡仔受害。不过有家长接到社会局的通知，想要看监视器的画面所看袂到，无法度接受。我本来以为没有，是我昨天才收到电话，对，拖很久了。卢市长，你是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把这些事情一而三再而三的掩盖下来。一寡家长认为讲，若是个别教保员的行为无妥当，嘛牵涉主管机关制度失灵和后续处理的态度消极，严重损害囡仔甲家长的基本权益。画面的部分，可能还要从后续这个调查完整之后，再来依程序来给家长这样子。
台中市社会局表示，相关受害囡仔家长已经主动约访了解情形，嘛持续提供协助。也拿台中西屯一间私立幼儿园，嘛传出囡仔哪像霸凌的事件。不过家长认为园方后续处理小局，毕竟小孩在学校出事情，学校应该通知家长，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到通知的这个动作，反而还质疑是不是原本小朋友就有问题。园方出面发冤枉，代志发生在3月初3，隔顿天就随联络相好的家长。迄当阵嘛，互家长看相关监视器的画面，当时有得到家长的谅解，无法度理解家长即阵佫出来指控。速度与家长进行沟通，并针对家长关切的事项安排面谈，说明行政协助跟提供建议的方案。园方表示，迄当阵监视器的画面无留落来，已经去互新的画面看过，无法度提供予教育局。目前台中市教育局已经把案件依照规定送去审查小组审议。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囡仔真正爱好好来对待。今仔日5月15日是台湾全国儿童安全日，因为1992年有一场重大的公共安全事故，这个健康幼稚园火烧车的事件，是让大家对儿童安全的问题是更加重视。不过，根据国教署的统计，幼儿园不当对待的这个裁罚案，112年有49件，113年却向增加到135件，这是加2.7倍哦。其中专业的师资、教育环境，这个是重要的问题。就有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甲全国幼教产业工会是呼吁国教署就要严格来把关幼儿园的服务品质，嘛爱来聘用真正有专业的师资来降低不当对待的风险。3月开始，就是台湾幼儿园的招生季，今年2岁到6岁幼儿入园率已经达到80%。根据警管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今年3月调查显示，家长选幼儿园上重视的就是教学活动的空间、和教学策略，各有卫生环境，但和囡仔互动、教学伦理、校园安全上在正歹掌握。所以家长也建议通建立匿名、公开敏感的平台，让幼儿园资讯更加透明，也更安心。那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幼儿园有这样子一个公开的评鉴制度、匿名制，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幼儿园的不管是师资啊、环境啊、设备啊、学费啊等等的有一个星等，然后家长有一个有一个问卷的一个就是说回馈之类的，我觉得会蛮好的。像是师资是不是专业啊，或者是老师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来带领我的孩子，或者是关怀我的孩子，对于我的客诉呢，能不能够及时的反应等等的。这些面向呢，其实是家长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认为呢，政府就是应该要帮助家长来进行幼儿园的一个把关工作。警管基金会也指出，根据国教署的统计，幼儿园不当对待裁罚案112年有49件，113年向增加到135件，加2.7倍。其中包括不当对待、教学环境、师资等问题。全国幼教产业工会认为，这和聘用无教师证、不是幼教背景的大学生有关系，因为因欠缺专业的幼儿发展知识。不具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普遍缺乏幼儿发展的知识、教学策略以及班级经营的能力，难以应对幼儿常见的突发行为。工会呼吁国教署通重视伫告保现场专业司机评鉴的问题，希望先提悬合格告保人员的待遇，并且做好客查评鉴，也要聘用真正有专业幼教背景的师资，安尼才通确保幼儿是伫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大汉。记者梁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艺人王大陆假做病历无爱做兵，检方是扩大调查，发现讲各有艺人用同款的方法来闪病疫。也检方昨是发动搜索，约谈9个艺人来倒案，目前这9个人拢已经交保。你花了多少钱赏兵？靠手铐互警方带回，伊是有名的歌手陈零九，伊捌甲手机关起来，警方具体找无人。你是自己跟警方联络的吗？对。警方几路出叫，提股票到台东抓人，同款是艺人的威廉廖叶银，也牵涉到这件代志，伊伫社群讲会主动面对配合。你花多少钱逃兵？正经被带回一个艺人陈大天闪兵案，目前约谈交犯的9位艺人交保金额分别是威廉50万、陈零九30万、阿浩体力28万、陈大天25万、陈信辉大军20万、李全吴博士15万。另外，一个姓范加姓赖2位一男，其中姓赖的男子因为另案在押，也无约谈。有什么想替自己澄清的吗？
艺人王大陆涉嫌委托不法集团伪造便利盗票编号，案件经过检方扩大调查，发现演艺圈也有其他人也做涉案的集团，开几60万，竟然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照出来换免号。新北市民政局长林耀忠捌伫咧质询时阵回应讲，是台北营总复检，不过专案澄清北部复检并不是拢伫咧北营，也有3种代代也有军变几路径。他这一个是跟医疗院所那边就是有一些不法的一个行为，那医疗院所开出不法的行为的这一个诊断证明以后，那我们只能够就是后面的医师会做相关的一个判断嘛。是，那我们大家也有了解一下，这里面有好几个是我们新北的。台北营总回应，当事人复检的时间，离即马拢已经超过5年以上，会配合调查查出真相。议政署长表示，经过清查发现，大约有120个人有异议，已经移交司法调查，有后一步的行动，继续清查5年来的免疫男性是毋是有问题。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一个本地伫咧新竹市一间病院做医生生计的这个医师，2022年利用减载时呢，甲一对母仔囝性骚扰，也旧年底是互判刑7个月，加罪2档。不过无甲移调医师牌哦，都有家长也讲，伊即马是走去中立一间病院做医生，提醒民众着爱注意，着爱细腻。也这个消息出来了后，这个医生已经家己离职。有一位网友伫咧 FB 表讲，桃园中立有某一间病院，有一位新请的姓纪的小儿科医生，竟然是因为威胁罪，互法院判7个月、缓刑2年的医生，提醒大家注意。这位姓纪的医生，2022年甲一对母女看诊做心脏超音波检查时阵涉及威胁行为，去年底互法院判刑，依附新竹市医师听解委员会处警告听处，并无吊销医师执照。当然会啊，因为如果万一今天是我的小孩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当然会非常生气。变成说他在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紧盯在旁边。所以你觉得一开始事发就应该吊销执照？确认就算是和解也应该要吊销。通知卫生局讲，这位姓纪的医师发生性骚扰事件了，和新竹市病院听解委员会听诉，也过无吊销医师执照。通知某一间病院请这位医师，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民工作权的精神，今年4月提供就业的机会，而且病院定期观察医师的工作情形。今日医院也向本局表示，该医师于今日自请离职。那这方面，卫生局也尊重医院的用人权利，而本局也请医院应该保障就医的民众相关的权利，要安排后续已经预约的民众妥善的医疗照护。病院讲，因为小儿科的医生正欠人，并依法请这位姓纪的医师提供就业机会。对于进前伫咧其他病院所牵涉的事件，并尊重专业的判断，无权利干涉，也继续用诚信、专业加负责任的态度，提供病人安心的医疗照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来看台美合作了诈骗集团，这个诈骗集团是利用感情拐美国受害者去投资，也诈骗的金额差不多是1.7亿。诈骗集团的干部伫今年1月登来到台湾的石道网，也美国迄边是抓到车手，透过台美司法合作，讯问共犯，也台中检方已经甲诈骗集团的干部、车手、共犯拢甲起诉。画面内底穿白衫的是涉及下国诈骗案细料的女干部，今年1月登来台湾互抓到。警方嘛另外抓到一个49岁做车手带头姓黄的查甫人，也来2个美国籍的共犯嘛伫咧美国互抓到。台湾检警联合美国抓到以感情拐人投资的韩国诈骗集团，拢总抓到6个人。那廖贤呢？他不仅在美国指挥车手去做取款，还有去上缴赃款的动作，他也在那边呢利用其他国人的护照资料去开账户，去购买虚币以及一些高价的精品。这个姓廖的查某人是诈骗集团高阶的干部，2023年6月开始，摕因朋友的护照，伫咧美国开人头口座，再以小额投资趁钱，得到受害者的信任，了后要求汇钱去指定的口座，利用美国籍的车手去提钱。目前已经掌握3个美国籍的受害者，不法所得差不多台票1亿7千多万。这个姓廖的查某人甲姓黄的查甫人，同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洗钱、违反护照条例等罪来起诉，而且分别求刑10年甲5年。他们在搞之前，转换成这个泰达币或者是比特币这些虚拟币来出境美国海外，
那获得了这些法定义之后呢，就回归到台湾，或者是购买奢侈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事情。That followed has not only disrupted this criminal enterprise, but set new precedents in cross-border investigative cooperation. 这个案件是台北执法机关最近联手抓到重大下境诈欺洗钱的案件，这嘛是咱国甲美国签署刑事司法合作协定以来，头一届由检察官去美国直接伫当地讯问证人，嘛开创下境犯罪司法合作新的模式。咱台中检方嘛伫14时下晡，请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甲查扣起来物件拍卖，其中这支选召手表啊，以3900万拍卖出去，拍卖钱嘛会摕来还予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好，真正是爱来打击诈骗，若无是抓袂了。去年立法院通过《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来挡罚诈欺。也面临讲啊，被告承认家己讲有犯罪，而且甲犯罪所得也就是讲遐个侥幸钱交出来，会当来减刑。只是讲这个犯罪所得是这个诈骗犯家己摕到的钱，也是受害者全部的损失。即嘛。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讲，这个犯罪的所得是诈骗犯家己摕到的钱。法务部表示讲，真遗憾，这不是立法的目的，也因会来启动司法，确实来打击诈骗。伫机场部署警力看到目标出现，警方随掠人。赶快，上！被掠这个姓廖的女子偷摕别人的护照，伫美国开户协助洗钱。他是以假交友的这个手法来吸引美国的这个被害的民众，诱惑他们以投资加密货币的情形来进行诈骗。嫌犯背后的跨国诈骗集团骗到超过1亿6千万，佮摕这寡钱去买精品暗号，这边代表合作掠到6个人。不过，最高法院的大法庭上申一项裁定，让检方担心无法度发挥听出诈骗的效果。始终自白的行为人，如果自动缴交其因犯罪而实际取得的个人所得，就符合本条减刑的要件。如果没有实际取得个人所得的话，只需始终自白，也符合减刑要件。关键的打击诈骗专法明定，诈欺犯伫咧司法侦查期间，若自备犯罪纳汇不法的所得，就当减刑。不过，犯罪所得的认定究竟是个人的报酬，也是被害人全部的损失，法律见解无相同。伫即嘛，最高法院的大法庭裁定，伫咧认罪前提之下，只要纳到实际报酬，就当减刑。法务部从头到尾都是主张，这所谓的犯罪所得是指整个犯罪被害人所损失的金额。我们也非常遗憾，就是说最高法院大法庭这么限缩什么叫做犯罪所得的概念。对大法庭的裁定，法务部快速回应，讲背离立法的原则目标，感觉非常遗憾。也批评，若依照这种见解，是不是依法减刑，完全拢决定伫咧被告的片面之词，将会启动修法，维护诈欺的个案，因为这边的见解出现不同减刑的结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国际消息。以色列5月13对加沙大空袭，包括今仔载来至少84个人死亡。也以色列军方是讲，因这边空袭的目标是哈马斯现任的领袖穆罕默德。也因个对加沙居民发布以下冲突以来上届全面的撤离命令。被外口的监视器看到飞弹对天顶射来，爆炸了规个拢土粉，还有看到红色的火光，真侪人走袂赴。伫加沙南部甘尤尼斯的欧洲边缘，13遭受以色列空袭；一那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14同款遭受空袭，受创正严重。加沙卫生部门讲，包括儿童在内，至少造成84个人死亡。ما شفنا هبو نار قوي كش وطب يقع الردم علينا الحجار فطلعنا بعد ما راحت الخطيطه طلعنا نتفرج لقيت ما يقارب 4-5 دور وقعات والناس كلهم جثث مرميين ورا في 病院内面一直听到家属悲伤的哭声。贝特拉斯的一间病院，巷路顶头拢是被无砍掉的尸体，有做老爸正唔甘，望到8个月大幼婴，只是囡仔已经变做平等的尸体。这场最近以色列对加沙上大一遍空袭，以色列军方讲，因的目标是藏伫咧边地下指挥控制中心内面哈马斯的现任领袖穆罕默德，就为接替已经过身的生活领导权的第一号人物，怎么生死不明。倒伫咧病床顶头的病人，互加速送出病院撤离，因为以色列对加沙居民下达以哈冲突以来上全面的撤离命令。
伊军要求民众伫咧密集空袭进前，为着家己的安全撤离，抑个特别点名伊斯兰大厦、司法病院，抑个3间学校在内几落栋建筑物。以色列对加沙18个月来的攻击，已经造成要甲53000人死亡。民众就来伫了巴勒斯坦的国旗，甲挺巴的布条游行。伫瑞士巴塞尔举行的欧洲歌唱大赛，会场外口有真侪人伫咧对发动无声的游行，要声援巴勒斯坦。It should be a happy occasion that the Eurovision is finally in Switzerland, but it's not. It's not. How can we rightfully exclude Russia, but we're still welcoming Israel, who is doing horrendous things to so many people? 欧洲歌唱大赛是欧洲广播联盟主办，是世界上上大的公共服务媒体联盟。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就是成员之一。今年以色列参赛者拉斐尔是2023年10月初7，哈马斯攻击音乐节时阵运气好活落来一位。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也墨西哥这边5月14有美容师伫迪波西互枪杀，也这个过程是拢放送出去，当局怀疑这是针对女性的羞愤犯罪。查某网称瓦雷利亚马奎兹的美容沙龙已经有封锁线，电管写这个犯罪现场针对女性的羞愤犯罪伫调查。案发时阵23岁的马奎兹透过 TikTok 伫开直播，有人送礼物阿爸到伊店内，马奎兹当场开箱，宣布收到一只迪亚布红啊，不过几分钟后煞死亡。Fiscalía se encuentra en las acciones de investigación. No nada más las cámaras que pudiera haber de públicas o de gobierno, sino también las cámaras que de particulares pudieran encontrarse.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当时有一个生婚的查甫人走入马奎兹的美容沙龙，甲射杀，搁即时播放出去。马奎兹倒伫椅仔顶头前的桌仔拢召回，一直甲有人甲伊的手机摕起来，直播也搁咧进行。伊的面阁雄雄有上镜头，才结束画面。马奎兹伊的 IG 有超过10万个追随者，伊的死亡伫墨西哥这个长期凶杀案甲暴力侵害妇女案件真悬的国家，造成真大的新闻。就伫前几天，东部维拉克鲁斯州一个女性市长候选人嘛伫直播的时阵，互人枪杀，这个案拢总4个人死亡。根据国际调查组织，2020年墨西哥有1/4的女性谋杀案，拢是针对女性的羞愤犯罪伫进行调查。墨西哥32个州拢有这种的案件发生。根据墨西哥政府数据，2024年全国拢总847件谋杀女性的案件，今年前3个月有162件。墨西哥对凶杀案的因应严重不足，抓袂到人，也是证据不足，真侪因素，真罕的有人互人起诉。2022年，墨西哥差不多有4000个妇女互人杀害，占年度凶杀案总案件数12%。人权观察表示，到尾也有判决的比例差不多67%。对当局来讲，提高调查能力、保护证人，也甲受害者的能力，拢必须加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一个初期主教普瑞佛斯特担任新教宗，用24做名号，是第267任教宗。5月18来就职。咱总统府站发布总统令，派前副总统陈建仁做特使，代表台湾参加就职典礼。新任教宗良14世就职典礼将于5月18日举行。赖总统指派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总统特使，代表我国出席就职典礼，以传达我国政府、人民及天主教社群的诚挚祝贺，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台泛邦谊，共同实现和平及正义，建立台泛关系新里程碑。陈建仁伫4月26日接受总统赖清德的指派，做台湾的特使去参加教宗方济各的丧礼。外交部表示讲，陈建仁甲教廷的关系真深，咱国甲这个教廷呢邦交已经有83档，台湾会继续甲教廷加深合作，实现和平甲正义，做伙为世界做出贡献。美国总统川普5月14访问卡达，卡达是甲波音签订单，要买210只，一个价值960亿美金的飞行机。川普讲，这是波音历来上大笔的飞行机订单。We will now witness the signing of an agreement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between the state of Qat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卡达国营的卡达航空10次签协议，采买美国波音飞机，这是卡达航空史上上大笔的订单，包括130台波音787梦幻客机、30台前正久的777第19公体客机，一个50台飞机的选择权。卡达航空也甲美国航太发动机制造商基约签协议，为波音飞机提供超过400台配挂引擎，这也是基约史上上大笔的跨地飞机引领订单。After signing these documents, we are going to another lev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Qat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oeing, that's the largest order of jets in the history of Boeing. That's pretty good. 140, was that a 140 or 160? Yeah, but you're right. It's actually 200, including the 40, so it's over $200 billion. 波音最近因为重大飞安问题，制造的缺失、成本超支，抑个罢工的问题困扰。而且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中国取消接收飞机。北京估计波音飞机这项交易是960亿美金，并且讲这项交易将会为美国带来1年154000个工作机会，并且在规个生产加交付期间带动超过100万的就业机会。川普出国访问的第一天，在沙特阿拉伯突然间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制裁，所以在当地甲叙利亚临时总统夏达见面，强调目前是写叙利亚历史新页的机会，要来接去卡达。卡达航空的官方讲，这边交易将会让233台飞机的机队规模增加要到1倍。川普在出发进前，卡达提议讲要送一台价值4亿美金的豪华飞机，当作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新飞机使用，也可能引起大家对川普要接受飞机，并且一直辩护有更加侪检视甲想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观众朋友，今麦学生囡仔伫咧学校用手机啊、用平板、用网络，这个情形是真普遍。也这呢，唔来分心嘛，会影响到学习哦。就有医生提醒讲，手机啊、平板这若是用过度，更加影响到脑神经的发展。教育部就表示讲，伫咧学校用手机啊、用平板这个新的使用原则，后礼拜会来公告。也未来会用集中管理的方式，详细做法呢，会互老师、会互学生、甲家长做伙来讨论。特定的手机啊，看最后一眼，学生就爱排队放入箱啊锁起来，等到放学才去通退回去。像台南的职工中学，若要早去学校，就要去家长填申请单。校方店的加强巡视管理。这阵科技发达，普遍大家拢有手机啊，不过若无适当的使用，恐惊影响上课，活动自心。高中的话，势必现在手机还是有时候需要跟同学去做娱乐，还是会让他带去学校。但是像刚刚提到的说，让他去学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原则上是以手机柜，各班的导师他们会准备一个手机的保管箱。来做管理。目前学校对手机的管理方式拢无同，有的是规定爱收起来，有的是开放交予学生自主管理。在咱路中观察，若学生手机用过头，确实会影响学习成效，甚至出现学习严性化现象。校方认为，这种需要靠学生本身的自律来维持。他充分的使用手机。使用那个网络上面的各种的查询资料来帮助他学习。但是如果他自己克制不了非学习相关的，确实就是影响到了他的学习，所以的确会造成 M 型化。有医生认为，删掉手机的情形，参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度得到成就感，去网络世界找满足感有关系。致使囡仔就会提早当大人，接触歹习惯，甚至在现实中甲无法度甲人接触，连带影响脑神经的发展。青少年是咱脑神经第二道发展，咱一般讲的当大人这个时间，你当了好，你神经发展了好，你将来你就靠这地位去维持你一世人生活。你若伫这个时间，你甲训练一耍手机啊，真可惜。正常的，咱这个时代家人做伙过用，就变成一寡伤害。针对校方内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教育部暂时表示，校方行动再过的使用原则、新版规范最近在公告，按算9月新学期正式实施。未来以学生及校手机集中管理为原则，那详细执行方式会尊重各校制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也为要防范诈骗集团利用 ATM 甲人领钱，台南市政府第20大案系统，这个系统就是讲，人咧用 ATM 领钱的时阵，只要无甲喙暗留落来，无甲安全帽啊摕落来，无甲规个面显出来，超过10秒就会有声，来提醒当事人甲附近的民众哦，也这就是要来预防诈骗的行动。使用 ATM 时，请脱下口罩及安全帽。
民众去邮局要用 ATM， 若超过10秒无甲喙暗或者是安全无提掉，就会发出声音警示，提醒当事人甲周边的民众。针对这项新措施，民众大多数表示认同，因为预防诈骗已经是全民共识。就是警示提醒我们，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对主诈有帮助啊？我觉得其实很需要避免一些诈骗，对，防一些就是很有骗人的啊那些，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得到脸啊，因为你整个戴起来就完全都看不到啊。不过，因为无法度甲 ATM 系统完全整合，目前敢若有警示的作用。全台南市大约20台有装，主要功能是辨识人的面敢有物件炸条咧。上重要的是会当阻挡诈骗车手。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影响 ATM， 但是我们可以在进去 ATM 的路上看到有人戴着口罩，然后他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警告他请他把口罩拿下。那这样是一个比较对于这个打诈比较有一点点帮助的地方政府都可以做得到。台南市府讲，系统未收集个人的资料，也未影响领钱，希望会当预防诈骗，也希望未来会当整合更较侪系统，加强打击诈骗的成效。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观众朋友，5日节特别高压猪肉的需求嘛，对咧来增加哦。不过呢，宜兰的猪肉刷工无够，5月14猪肉10公斤拍卖这个价销呢是超过100块，100块是全国第2贵的这个价销。也肉路市场明仔载临时宣布讲要休市，肉商甲消费者是拢受到影响。县政府是表示讲哦，已经有请中南部、花莲甲台糖来协助提供猪肉稳定价销。伫重量磅刷入去拍卖场，马上开始出价。不过5日之前，依然因为猪无够，猪数价销真悬，每公斤猪的拍卖价100多块。就算讲，这消费者买的肉需求都应该是较有欠一丝啊。猪肉商烦恼伫价悬，猪肉买去会受影响。根据跳蚤行情资讯网的资料，各县市14猪仔的交易行情，新北市每公斤97.99，云林县每公斤95.61，高雄市每公斤97.91，宜兰每公斤100.51块，敢若比偏湖县较俗，排全国第2悬。你看我今天做水饺一定要绞肉啊，是，对不对？啊，所以这么贵，你们就不买？少买一点。贵啊，拢100外啦，100公斤拢100几块啦。宜兰肉片市场因应猪肉欠款，嘛临时宣布明仔载1甲6月13、20、27休市。县政府表示，今年因为春节期间，猪仔囝因为落下病的影响，致使5日节期间全国猪肉拢欠款。宜兰当年拍卖9万只猪，差不多有4万只爱挖靠中南部送来。透过这个畜产会的一个帮忙哦，那寻求这个台糖的部分哦来协助了哈。县政府表示，因应5日节猪肉的需求，已经积极甲中南部、花莲这县市的供应商调猪肉，并寻求台糖的猪肉供应，希望稳定猪肉价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网友昨伫网络刊文讲，这个基来山坳附近有一只水鹿的尸体，也身躯顶呢有2个孔。海关处确认讲是互枪支拍到，无排除是有人为着要挂录量甲断死，也即马已经启动调查。今日 Facebook 登山社团有一篇文章，在奇莱人线山屋附近发现了水鹿尸体，鹿茸断裂整齐，身上疑似留有弹孔，不排除是有心人是为了取得鹿茸而猎杀水鹿。太管处已会同保七总队第9大队进行搜证与调查，查证属实将依国家公园法第3条裁处新台币3000元。另外，涉及到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猎捕行为，依野保法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以及100万元的罚金。透过相片会当看到，讲这只水鹿头壳顶甲身躯拢有1个孔，而且2支鹿茸若像风刮起。海关处初步确认讲，这只水鹿是互枪杀，也今日会去勘验，也警察嘛会调监视器看，讲到底是啥人做这个代志。台湾水鹿是咱台湾的重要亚种，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是呼吁民众爱尊重大自然，做伙来守护台湾珍贵的生态资源。
2年前，800多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甲这个家属是做伙提出讲，5月19是白色恐怖的记忆日，来正做一个固定的纪念日这个想法。也行政院呢嘛采用这个想法，伫去年决定讲5月19就是白色恐怖记忆日，来反省这个维权的历史。不过顶日啦，这个立法院司法通过纪念日甲这里的这个实施条例，所无甲这个记忆日放入去。拜三民间团体、甲学者，佮有这个白色恐怖受难者，拢表达不满，认为讲这是对台湾转型正义有真大的伤害。删除记忆日，删不去白孔历史，删不去白孔历史。519不敢纪念。519不敢纪念。民间团体和学者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同齐发口号，针对5月初9立法院通过4天加上1天的固定假日表达不满，因为原本部分版本的草案有提出519白色恐怖记忆日，不过稍有人提调。学者和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拢表示，这个举动是对民主搁再一摆的伤害。他们不敢面对转型正义，不愿意接受转型正义。第二个，他们不愿意站到台湾的主体立场去思考问题。我们的记忆日事实上呢，不是怀着恨意，而是事实上希望能够消除这样的恨意，消除这样一个对立。另外，民间团体也认为，这届纪念日和这日实施条例的修法，甲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正重要的日子提掉，若是互民主倒退路，更加是推动转型正义、建立社会共识真大的障碍。下一步，他们可能就会删除2287纪念日，开始要来抹除、要来清洗我们台湾人的记忆，包括我们对于土地伤痕的记忆，对于台湾历史的记忆。学者表示，2年前800多个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家属共同的诉求，行政院也伫去年确定每年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反省维权历史。也若根据司法院档案资料，戒严38天内，大约有20万人受难，影响济家庭。提调纪念日是对民主历史的无尊重。民间团体表示，因为安尼就准拄煞，会继续用无共方式，互大家记牢这天，反省这段历史。记者刘家嘅谢桂玲、林飘凯台北报道。来看讲，高师大艺术学院退休的院长黄九关教授有发起一个活动，也对12年前开始呢，这个活动呢，就互这个偏乡的小学校会当来接触到音乐甲艺术。也今年参加学校呢是增加到15间，唔那安尼哦，佮甲各学校的特色结合起来，变做一出音乐剧。也5月31日要伫国家级的剧场画舞营来办公演。来到大家好，我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马祖出巡进东的时代看到好消息嘅宝贝呀，宝贝仔行大声，甲大家讲马祖要出巡咯。后壁佫对着规旁的电头，有龙有狮，佫有叫板更叫。这是由陆地的三鼻国小甲永安的兴达国小做过表演的咖喱戏。这2间学校拢是分段乐音计划赞助的偏乡小校。学生囡仔为着月底要伫画舞营表演，前后后已经准备要几年的时间。头摆有机会徛起伫国家级的舞台，囡仔是紧张又个期待。一个非常很有意义的活动，我觉得说别人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种事情。无论是咖喱戏、拍鼓，也是乐器演奏，这些囡仔拢是偏乡小校学生。这个计划发起人黄九关教授是高师大艺术学院的院长。退休了后，伊对2014年开始，将音乐艺术的资源带去高雄的偏乡小校。那教囡仔学音乐、学唱歌，也有各种在地特色的课程。7当前开始，给囡仔举办公演，拄开始，敢若7间学校参与，即阵已经有15间。而且今年伫国家级的剧场表演，黄九关讲，偏乡的囡仔只是欠资源、欠舞台，只要给因机会，因嘛会当做个真好。观众几百个人为他鼓掌，他觉得很有信心。对这个是一个除了在他的那个动力学习的动力上，不是只有音乐上面哦，他觉得我努力的话，我就有成果，所以他在生活上，在上学上面，他就更专注了。黄九关表示，这摆演出是结合15间学校的技术特色，加做一出音乐剧。伊也邀请大家31下晡做过来画舞营，用实际行动，甲这囡仔鼓励。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永昌报道。观众朋友，罗西亚首都莫斯科有坐地铁站是设计甲真艺术哦，也逐站的这个风格呢拢无共款，类似博物馆。
真侪人来到洛西亚的首都莫斯科，可能会想到克里姆林宫油葱式的教堂这地面建筑，但是真正的毕竟其实是藏伫地面下。今年已经90周年的莫斯科地下铁，毋但是方便国紧，嘛以整个真水有名，已经有真侪车站红列都是国家文化遗产，不管是条啊、天棚还是壁面，拢是真水的窗仔花。学生客敢若来到博物馆，有的设计师以沙红的风景做灵感，有的是未来主义的路线，标画顶悬工人农民的形象，代表老百姓享受进步的成果。Часто пользуюсь каждый д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что, не знаю, но очень комфортно, почти всегда свободно, как-то просторно, наверное. 这地铁站是见证洛西亚特殊的历史。一寡地铁站捌伫二战的时阵做临时的防空壕，互民众美德军的空袭。冷战时期，一寡地铁站是互设计做会当承受核武的攻击。В ноябре 1941 года на Маяковской проходило очень извест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Моссовета, на котором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На этом совещании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одно из ключевых решений, которое вообще повлияло на ход всей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 том, что Москву фашистам не отдадут. 对1935年第一摆通车，一直到今仔日，莫斯科地铁已经变作有16条路线，302个车头的真大的系统，要一世纪的历史，和车头真特别的美学的风格，嘛入去到大家莫斯科居民的生活内面。公视新闻由派准备译。下晡无天气变化啥款，咱再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3度，中部地区27度至33度，南部这边30度至34度，东部26度至30度，外岛地区26度至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曹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一条，搁一条的公民新闻。大家好，台湾人的前推。无论你。